司產品。當我用就 OK 啦。好，下次。係。歡迎購買本公司產品。點。內容點得。係。第一步務好，請向觀眾借一隻鞋。借一隻鞋。唔係喎，阿姨冇睇錯喎，真係借一隻鞋喎。有冇人可以借隻鞋俾我？有冇人可以借隻鞋俾我？我好黑啊！我完全睇唔到啊 ！Hello， 我真係完全睇唔到。邊度？我未舉起，我睇唔到你隻腳真係。哦，OK， 你除俾我啦，唔好呢度啦。係睇到啦，唔該晒。我唔發錯啊！掉過嚟，大機打過啊 ！OK， 好。第二步務好，請檢查杯子是否放喺鞋度。哦，即係隻鞋放唔放得入隻杯？OK。放到 OK， 好，放到。跟住第三步。第三步務好，打開橙汁。OK， 打開橙汁先。OK， 橙汁皮。跟住。第四步務好，倒進鞋裏邊。真係㗎嘛？佢咁寫佢咁想，魔術嚟㗎嘛？咩咧？唔想唱。使唔使再倒多啲啊？再倒多啲。哇 ！OK。好，繼續下一步。係啊，照讀，全部照讀。括號注意務好。喺倒進橙汁前，魔術師必須偷偷將杯放入鞋度。繼續。第五步務好，做出施展魔法嘅動作。施展魔法。繼續。第六步務好，邀請觀眾做出施展魔法嘅動作。大家一齊嚟啦！舉起你嘅左手，嚟啦！1、2、3，好，繼續我哋下一步啦。第七步務好，請展示你自信嘅笑容，並取出杯子，迎接觀眾熱烈嘅掌聲。嗱，其實咧有陣時咧魔術咧就唔一定要成功先好睇嘅，大家認唔認同先？冇錯，係咪？咁今日咧其實我都係一個助手嚟嘅啫，咁魔術師咧就係今日嘅阿怡，所以一陣間有咩問題嘅話咧就唔係好關我事嘅。好啦，我哋都要照做噶啦，阿怡，我哋一齊攞翻杯橙汁出嚟，你幫我攞嘢隻鞋啦，好嘛 ？OK， 全場一齊數3聲好唔好啊？阿怡，我哋一齊數3聲。3、2、1。Thank you， 俾啲掌聲，阿怡。